為應對颱風季節，港燈喺6月成立智能營運及緊急應變中心，配合多項智慧裝備，協助營運團隊實時掌握電網狀況，可以更加迅速調配資源，應對惡劣天氣同緊急事故，進一步加強供電可靠性。為客戶配送電力嘅低壓電網，若果發生故障，通常要由前線人員到現場檢查，或者由客戶報告，先至知道故障嘅位置。港燈輸配電科技術服務主管郭偉信話，利用其中一項智慧裝備，由港燈自主研發嘅低壓故障指示器，就能夠定位故障位置，將被動維修走向主動管理。港燈亦都結合人工智能 AI、高清攝影機、紅外線熱成像設備同物聯網感測技術，全天候監察變電站運作。港燈輸配電科營運主管歐偉年話，系統可以自動識別滲漏或水浸情況、設備異常溫度變化等，話利用 AI 輔助，能夠提供更精準嘅建議同解決方案。就算你話坊間好多啲咁嘅 CCTV 閉路電視啲咁嘅方案。其實咧，如果你冇 AI 系統喺背後做輔助嘅話咧，因為大家可以想像，如果有1000間、2000間或者3000個啲咁嘅鏡頭，但係同時都要人去定時去睇下佢有冇事嘅話咧，其實呢個咧係絕對幫唔到手嘅，只係需要咧你越裝多呢啲咁嘅鏡頭咧，就越需要請多啲人去睇火。咁但係如果有呢個之後咧，冇事佢就話俾你聽冇事，有事佢就話俾你聽邊個有事，咁咧就變咗咧。唔需要一個人坐定向度咧，因為睇住嗰幾千個鏡頭。港燈表示唔會因為增加科技同人工智能嘅應用而精簡人手。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。